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讀樂樂，我係豆腐啊。上一集呢，我哋講咗芒格嘅投資之道，今集我哋就會講佢嘅人生智慧。芒格係一個好特別嘅人，佢唔單止係投資大師，更加係一個充滿智慧嘅人生導師。佢由90歲講到98歲，分享咗好多關於點樣生活、點樣思考、點樣做決定嘅智慧。我哋今集會講5個主題：延遲滿足、消除錯誤嘅想法、專注力、唔可以做愚蠢嘅事，同埋同優秀嘅人一齊做嘢。呢啲其實都係好簡單嘅道理，但正正係呢啲簡單嘅道理，決定咗一個人嘅人生高度。芒格話，關於錢其實好簡單，冇秘訣嘅。如果你個人誠實正直，每日早起認真學習，一世奉行延遲滿足嘅理念，最後你一定會係人生贏家。結果或者冇辦法盡如人意，但係你一定會擁有到成功嘅人生。咩係延遲滿足呢？佢話嗰個關鍵呢，就在於堅持不懈，改咗你愚蠢嘅行為，遠離一啲可能對你產生不良影響嘅人。有人問芒格，我哋咩時候應該為將來而受苦呢？咩時候應該活在當下，及時行樂呢？芒格話，我覺得一個人唔應該糟蹋自己嘅身體，亦都唔應該揮霍自己嘅錢。我認為好多事情上邊，成功嘅唯一方法就係努力不懈咁樣朝住一個唔容易實現嘅目標邁進。佢舉咗個例子，醫生想成為醫生，你必須要付出長期嘅努力，響醫學院讀書，響醫院度當夜班，都係非常辛苦嘅。呢個就係延遲滿足。芒格話，醫生係一個好光榮嘅職業，大多數醫生都係好人，佢哋捱咗好多苦。同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員相比，我更加敬佩醫生。我希望你哋有同我一樣嘅價值觀，我哋都要向醫生學習，學習佢哋延遲滿足嘅人生態度。衍生性金融商品嘅交易員可能賺好多錢，但係佢哋創造咗啲咩價值呢？醫生可能冇咁有錢，但係佢哋救人、幫人、為社會做奉獻。延遲滿足唔係叫你唔好享受生活，而係話唔好為咗一時嘅快感，犧牲咗長期嘅目標。唔好因為而家想爽，就放棄咗將來更加大嘅成就。芒格自己就係一個延遲滿足嘅典範啦。佢後生嗰陣時做律師，只能用微薄嘅積蓄去投資，但係佢堅持儲蓄、堅持投資、堅持學習，幾十年如一日，最後佢成為咗投資大師。芒格有句好出名嘅說話，佢話冇推翻自己成見嘅一年係虛度嘅一年。有人問佢，你幫阿巴菲特改咗嗰個執煙頭投資法，開始投資一啲品質更加好嘅公司，咁我想問下你，改變嘅所有成見當中，邊個成見係最難改變嘅呢？芒格話，我做過好多傻事，我一直忙住消除自己嘅成見，要揀一個最難改變嘅成見，我真係一時諗唔到出嚟。消除錯誤想法係一件好事，我認為消除錯誤想法係我嘅責任嚟嘅。佢引用咗一句德國嘅諺語：青春走得太快，領悟來得太慢。We are too soon old and too late smart。每個人都有呢個問題，我哋之所以領悟得太慢，係因為錯誤嘅思想盤繞喺我哋腦裏邊，冇辦法擺脫。芒格話，有時候守舊係好事，例如喺婚姻裏邊，守舊有利於保持婚姻嘅穩定，但係喺大多數嘅領域，我哋應該拋棄陳舊錯誤嘅想法。呢個係一個好習慣，能夠讓你喺人生嘅競賽裏邊取得巨大嘅優勢。但係好多人有非常唔好嘅習慣，佢哋總係中意滔滔不絕咁樣發表自己嘅觀點。錯誤嘅想法，你講得越多，你就信得越深。每講多一次，你就信多一分。芒格話，佢好少講美國聯儲局應該點樣運作，原因之一係佢知道當佢話俾人知應該點做嘅時候，佢只係將呢個想法強加入自己嘅腦海裏邊。佢講得越多，自己就越信得深啦。佢特別提醒年輕人，有啲年輕人非常自以為是，佢哋大肆談論自己深信不疑嘅嘢，只不過係為自己洗腦。年輕人入世未深，仲有好多嘢要學噶。唔好太早將自己嘅腦裝滿咗錯誤嘅想法。咁點樣先可以幫自己消除錯誤嘅想法呢？
芒格有個方法就係自我激勵啦。佢成日幫自己打氣，鼓勵自己消除錯誤嘅想法。佢會同自己講：你可唔可以保留返好嘅行為習慣啊？佢同自己講：係嘅，你可以。冇人幫你打氣，你可以幫自己打氣。每次佢消除一個成見，佢都會讚自己，有時仲會讚自己好幾次添。呢個方法都幾得意，都好有用添。因為大多數人都係批評自己，好少會讚自己。但當你做啱嘢嘅時候，點解唔讚下自己呢？呢個會成為一個正向循環，令你更願意消除錯誤嘅想法。芒格仲提到一個重要嘅觀察，佢話佢認識好多人，佢哋主要嘅問題係要俾舊嘅想法取代更好嘅新想法。呢個係人嘅通病，我哋太容易執着於過去嘅想法，即使有更好嘅新想法出現，我哋都唔願意改變。但世界喺度變，如果你唔變，你就會被淘汰啦。芒格同巴菲特投資航空公司、投資蘋果，就係因為佢哋願意改變過去嘅成見，消除錯誤想法，唔係一次性嘅事，係一生嘅修煉嚟嘅。又有人問芒格：你咁多嘢做，仲可以全神貫注咁閱讀，請問你係點樣做到嘅呢？芒格話：當我想專心讀書嘅時候，我可以忽略晒外界嘅一切，甚至感覺唔到其他人存在添啊！我成日顧住同書裏邊嘅古人說話，其他人明明就喺我身邊，但係我就視而不見，所以成日都激嬲人噶。所以我唔建議你嘗試我嘅方法，我呢個本事係天生嘅。跟住佢講咗一段好重要嘅說話，佢話：我可以話俾大家知，喺我所見過嘅聰明人裏邊，冇一個人唔係大量閱讀嘅。現代人習慣喺電腦上邊閱讀，或者你哋睇電腦能夠獲得好多有用嘅資訊，但係我認為睇電腦都係比唔上睇紙本書。佢仲話有啲人習慣同時做好幾件事，同時間做好幾件事，睇嚟效率好高。但係芒格話分散精力，喺好多事上就冇時間深入思考。呢個相對於將自己嘅弱點暴露喺別人面前，最後好容易蝕底嘅。一心多用係一個壞習慣，好多人唔知唔覺咁就跌入咗呢個陷阱啦。佢話精力高度集中，全神貫注咁做一件事，冇呢個能力嘅話，我絕對唔可能成功。我成功靠嘅唔係智力，而係專注力啊！好多人以為成功係靠智力，但係芒格話佢嘅成功係靠專注力喎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專注力可能反而係最稀缺嘅資源。我哋每日都俾無數嘅資訊轟炸，社交媒體、新聞、信息、email，我哋嘅注意力被切開咗好多碎片，好難真正專注喺一件事上邊。但係真正嘅成就，往往係要長時間嘅專注。無論喺投資、寫作、研究或者任何創造性嘅工作，都需要深度嘅思考，而深度嘅思考就需要專注啦。芒格話佢從來都唔做筆記，佢返學嘅時候都唔做筆記，佢閱讀同埋思考完全係隨興之所至嘅。佢只係讀自己中意睇嘅書，想讀嘅時候就讀，想思考嘅時候就思考。呢個就係佢嘅讀書方法啦。佢自己覺得呢個讀書方法唔錯，但係佢嘅方法未必適合其他人。芒格分享咗佢自己嘅方法，但佢唔係話你一定要跟住佢咁樣做。我哋都要揾到自己合適嘅方法，唔使盲目跟住佢嘅。無論用咩方法，專注力都係關鍵。如果你一邊睇書，一邊睇手機，一邊諗嘢，一邊覆 message， 你永遠都做唔到深度思考噶。芒格有一個好核心嘅人生哲學。佢話我並唔比其他人聰明幾多，我只係一直咁樣避免做蠢事啫。其他人努力咁樣變得更加聰明，我只係要求唔做蠢事啫。佢發現人生想要成功，只需要做到兩件事：第一，唔做蠢嘅事；第二就係活得長命啲啦。做得到呢兩點，你一定係人生贏家啦。但係大多數人認為唔做蠢事有咩咁難啫？其實呢個比大多數人諗嘅仲要難啊！咩係蠢事呢？芒格喺書入邊提到好多個例子。第一呢，係我哋上集講過嘅保證金交易，即係 margin trading。佢話保證金交易會摧毀咗你，即使你才華洋溢都會被摧毀啊！
保證金交易嘅問題在於，即使你有99% 勝算都唔夠，因為一旦失敗，你可能要全數賠返晒出去，仲要嘔突添。所以保證金交易係唔適合真正想要成功嘅人嘅。點解保證金交易咁危險？因為佢可以將一啲小錯誤放大成災難。如果你冇用槓桿跌50%，你都仲有一半嘅資產。但係如果你用3倍槓桿，跌33%你就破產啦。第二呢，都係上集講過嘅，就係炒比特幣啦。芒格對比特幣嘅態度好鮮明，佢話：我覺得比特幣係一個瘋狂嘅投機，引發咗好多欺詐嘅行為。我唔欣賞嗰啲發明比特幣嘅人，我認為為咗比特幣瘋狂嗰啲人係傻佬嚟啊。第三呢，就係快速致富啦。有人想知道點樣可以快速致富喎？芒格話：剛才呢個問題問嘅係點樣先至可以快速致富，而且要我講得越詳細越好。呢樣嘢唔係我哋要喺呢度做嘅事。我希望留返少少秘密，你自己去諗啦。你自己諗通咗先有意思噶嘛。佢話如果必須響快速致富或者慢慢致富之間選擇，佢話嗰個答案當然係慢慢致富啦。想要快速致富嘅人呢，通常都會做出啲蠢事嘅。第四呢，就係投資一啲自己唔識嘅嘢。佢話佢對電腦軟體一竅不通，但係佢帶領每日期刊發展軟體業務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有優秀嘅團隊，相信佢哋，信任佢哋。但係如果係投資呢，佢就唔會投資自己完全唔識嘅嘢。佢話佢睇唔清高科技公司嘅護城河，所以佢好少投資高科技公司嘅。唔做蠢嘅嘢聽起嚟好簡單，但係其實好難噶，因為好多時候蠢事都包裝得好靚，聽起嚟好吸引。保證金交易話你可以放大利益，比特幣話你可以一夜致富，快速致富話你可以提早退休，呢啲全部都好吸引啊，但係都可能係陷阱嚟嘅。芒格嘅智慧就係佢能夠睇穿呢啲包裝，堅持唔做蠢事。有人問芒格：你同巴菲特先生選出嚟嘅經理才德兼備，請問你哋係點樣選人才嘅呢？芒格話：我哋之所以能夠做出一啲成績，好重要嘅一點係我哋嘅合夥人，我哋嘅員工都非常之優秀。佢特別提到每日期刊嘅執行長 Jerry Saltzman， 佢話 Jerry 睇起嚟好似一個普通人，但係佢係一個怪傑嚟嘅。佢喺2-3個領域都取得非凡嘅成就，一直都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人。佢話我哋嘅運氣非常之好，一直可以同啲好優秀嘅人一齊做嘢。點解我哋可以同一啲優秀嘅人合作呢？然後佢講咗一句好重要嘅說話，要揾到好嘅 partner， 最好嘅方法就係俾自己成為配得上好 partner 嘅人。同樣嘅道理，要同優秀嘅人做嘢，你先要成為優秀嘅人。呢個係一個好深刻嘅觀察。好多人想揾優秀嘅合作夥伴，但係佢哋從來冇諗過自己係咪一個值得合作嘅人呢？芒格話佢同巴菲特喺呢方面都做得好好，因為有優秀才能嘅人同佢哋一齊努力，佢哋先至能夠取得今日嘅成就。如果冇咗 Jerry， 佢哋今日唔可能喺度相聚。領導每日期刊呢份工作，除咗 Jerry， 冇第二個人可以勝任啦。優秀嘅人才好難得，巴菲特同芒格總係有幸同優秀嘅人一齊做嘢，呢個就係巴菲特話佢總係跳住舞咁樣去返工嘅原因啦。芒格話如果你好似巴菲特一樣都同優秀嘅人一齊做嘢，你都會跳住舞咁樣去返工啦。同優秀嘅人一齊喺好公司度返工做嘢，總係百戰百勝，有邊個唔鍾意呢？如果你都係咁，你就會有一個美好嘅未來啦。但係點樣同優秀嘅人做嘢呢？關鍵係你自己要優秀先。如果你自己都唔優秀，優秀嘅人點解要同你合作呢？佢哋都有好多選擇噶嘛，佢哋會選擇同其他優秀嘅人合作。所以想要好嘅合作夥伴，首先要令到自己變得值得合作。芒格仲話佢同巴菲特都有個特點，無論係工作定係生活，佢哋只係願意同佢哋信任同埋欣賞嘅人一齊。呢個令佢哋能夠感受到一種人與人之間嘅愛，但係佢哋對於唔欣賞嘅人，佢哋冇辦法掩飾對佢哋嘅厭惡。隨住佢哋年紀越大，呢個毛病越嚟越嚴重。芒格仲講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慢慢致富啦。佢話啲人總係想快速致富，
呢個諗法非常之危險啊！快速致富有咩好呢？佢後生嗰陣時係律師，只能夠用微薄嘅積蓄去投資，但係佢堅持儲蓄、堅持投資、堅持學習。佢話只要你夠理性、有紀律，響精挑細選嘅股票裏邊獲得平均10% 嘅利益，然後努力咁樣量入為出，將啲錢儲起嚟再投資，時間長久咗，自然就會有錢啦。呢個就係慢慢致富嘅美妙。你唔需要做出啲高風險嘅事，唔需要用槓桿，又唔需要炒作，你只需要持續咁樣做啱嘅事，時間就會幫你啦。呢個亦都係同我哋之前睇過嗰本書複利效應係互相呼應嘅。上集都有提過芒格嘅太空故事，就係一個好例子啦。佢以低廉嘅價格買大片嘅土地，將土地再租俾勤勞節儉嘅德國人，就咁慢慢就變成小鎮上最富有嘅人啦。佢冇做過咩高風險嘅投資，冇炒作，只係響適當嘅時候買入優質嘅資產，然後長期持有。呢個就係慢慢致富嘅力量啦。有人問芒格：等我到你呢個年紀嘅時候，有咩係唔變嘅呢？對成功企業嚟講，有咩係會改變嘅呢？芒格嘅答案好有哲理。佢話唯一不變嘅就係難，親人會離開世界，你會遭受沉重嘅打擊，最後等到你走到生命嘅盡頭嘅時候，先發現呢一切都係一場空。無論你點樣拼搏，人生注定都係以失敗收場嘅。當你悟出呢個道理，你就會明白咩係人生如夢啦。貓仔狗仔唔知道咩係命運，但係我哋唔一樣，我哋從一開始就知道我哋贏唔到啦。聽起嚟好似好悲觀咁喎，但係佢跟住講，所有人都逃唔過呢個失敗嘅宿命，呢個係我哋必須面對嘅終極難題。但係如果我哋樂天知命，就能夠以積極嘅態度面對人生，響有限嘅人生裏邊活出自己嘅價值。呢個道理唔難，用一生嘅時間由零開始，透過一點一滴嘅努力，取得好大嘅成就，用自己嘅能力同埋智慧去幫助其他人，為其他人樹立一個良好嘅榜樣，你會覺得非常之驕傲，非常之值得。正因為係難，咁樣先至有咁多樂趣，先至可以體會到克服困難嗰個喜悅啊嘛。芒格仲話，人生嘅難仲有一個好處，佢話真正愛你嘅人係嗰啲同你一齊面對困難、克服難關嘅人，呢啲人會比只係同你共享成功嘅人更加愛你。因此，當你痛苦掙扎嘅時候，逆境睇起嚟係咁可怕，但係逆境係最能夠鍛煉人意志、塑造友誼、孕育成功嘅。只有喺逆境裏邊共同奮鬥，啲人先可以建立起同甘共苦嘅情誼，而呢份情誼係非常珍貴嘅。佢建議大家用呢個態度去面對困難。人生就係一串逆境，每一次逆境都係俾我哋變得更好嘅機會。好多人一遇到困難就覺得自己好唔幸運、好辛苦，但係如果你將困難睇成係俾你變得更好嘅機會，你嘅心態可能就會完全唔同啦。有人問佢呢，關於精神層面嘅問題，問佢點樣克服困難、迎接人生挑戰呢？芒格講咗佢嘅宗教觀，佢話佢細個嘅時候，佢爺爺送佢去聖經學校，老師話伊甸園裏邊有條蛇會講嘢喎。嗰陣時雖然佢仲細個，但係佢唔相信蛇會講嘢咯。佢話佢到而家都唔相信。佢話由細受到家庭環境嘅熏陶，我將提升理性作為一個道德嘅追求。一個有能力追求理性嘅人，如果唔追求理性，咁佢嘅道德上就有瑕疵啦。即使我哋天生愚鈍，亦都要踏上尋找智慧嘅苦旅，因為減少愚蠢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呢個係好獨特嘅道德觀。大多數人講道德係會講誠實、善良、公平啊呢啲，但係芒格話追求理性本身就係一種道德嘅追求。點解呢？因為如果你有能力變得更理性，但係你唔去做，你就係浪費咗你嘅天賦啦。佢覺得你就係做緊一啲唔道德嘅事咯。佢話成為更理性嘅人係每個人應該盡嘅道德義務。我哋都有責任令到自己變得更好。當然，我哋亦都必須照顧嗰啲同我哋一齊走過呢段旅程嘅人。社會允許一部分人好似我哋咁樣成為有錢人，
但係社會亦都應該俾民眾建構一套可靠嘅生活保障系統。我哋嘅社會安全體系雖然有佢嘅毛病，有佢嘅弊端，但係一個國家仍然必須為民眾提供健全嘅社會安全網，呢個係道德觀念嚟嘅。最後佢話，雖然我唔信社會講嘢，但係我相信講道德係做人嘅基本。佢嘅睇法係理性同道德唔係對立嘅，而係統一嘅。追求理性本身就係一種道德嘅行為。芒格有個好特別嘅習慣，佢鍾意同古人對話。佢話，我呢一世都喺度同古人對話，你可以從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㗎。只要翻開一本書，佢哋就會嚟到你身邊啦。我建議大家同埋啲先賢聖哲做朋友，呢件事令到我獲益良多啊！喺你哋在座上邊，好多人嘅身上，我學唔到啲乜嘢，但係 Adam Smith 就唔同啦，佢教咗好多知識。Adam Smith 係邊個呢？佢係18世紀嘅經濟學家，寫咗《富國論》。佢已經過咗世超過200年啦，但係透過睇佢嘅著作，芒格可以同佢對話，可以跟佢學習。呢個就係閱讀嘅力量啦。透過閱讀，你可以同世界上最聰明嘅人對話，無論佢哋係生活響幾百年前，定係響地球嘅另外一邊。芒格分享咗另外一個概念，能力圈。佢話一方面有啲嘢我哋以為自己知道，實際上並唔知道。而且如果你面對嘅係一個複雜嘅系統，響第一年能夠發揮作用嘅經驗法則，到第40年可能就冇用啦。由於呢兩種不確定性，要認清自己嘅能力圈係好難嘅。物理學定律係恆久不變嘅，但係人嘅經驗係隨住文明嘅發展而改變嘅。因此，我哋要克服呢兩種不確定性，努力認清自己嘅能力圈。佢話咁都唔算咩壞事嘅，正因為充滿挑戰，先至有樂趣啊嘛。生活如果一成不變，咁仲有咩意思呢？咁佢講嘅能力圈係咩意思啊？就係你真正了解、真正有能力嘅範圍。芒格投資，佢只係投資自己了解嘅公司，佢唔投資高科技公司。因為佢話佢睇唔清高科技公司嘅護城河，佢對電腦軟體一竅不通。但係係咪話佢完全唔接觸高科技呢？又唔係喎。佢帶領每日期刊發展軟體業務，佢投資比亞迪呢間高科技公司。點解呢？因為佢有優秀嘅團隊，佢知道自己唔識，所以佢信任識嘅人。呢啲都係認清自己嘅能力圈嘅一種表現。好多人嘅問題係，佢哋唔知道自己唔知道，佢哋以為自己咩都識，結果做出咗好多蠢事。芒格話，認清自己能力圈係一個持續嘅過程，你嘅能力圈會隨住時間改變，你要不斷學習，不斷調整。巴菲特同芒格投資航空公司，投資蘋果，就係因為佢哋嘅能力圈擴大咗，佢哋透過學習認識到呢啲公司嘅真正價值，但係同時，佢哋都好清楚自己嘅局限。芒格話投資航空業同埋蘋果，佢哋都冇十足嘅把握，佢哋只係略有勝算啫。但如果呢啲就係佢哋能夠爭取到嘅最大優勢，佢哋就必須利用呢個優勢去繼續行落去啦。呢個就係認清能力圈嘅智慧。你知道自己嘅界限，但係你都願意學習，願意擴展。你唔會因為唔識就完全唔做，但係你都唔會因為想做而扮識。有人問芒格，我覺得你好幸福，好知足啊。請問你嘅幸福由邊度而嚟嘅呢？你有咩幸福嘅秘訣呢？芒格嘅答案好簡單。其他人問我點樣先能夠幸福，我總係會答降低你嘅期望值，即係要將你嘅期望更加符合現實啊。佢解釋，響生活裏邊，如果你總係有好多不切實際嘅預期，就好似籠裏邊嘅雀仔一樣，明明都飛唔到出去，但係仲要不斷咁樣拍翼打個籠，最後只可以撞到頭破血流，咁實在太蠢啦。你嘅期望係要符合現實，坦然接受生活裏邊嘅苦與甜。呢個世界唔缺好人嘅，多啲同好人來往，將唔好嘅人拒諸門外啦。好多人唔開心係因為佢哋對生活有太多不切實際嘅期望啦。佢哋期望30歲就發達，期望自己嘅工作完美，期望自己嘅伴侶完美，
期望自己健康完美，但係當現實同埋期望有差距，佢哋就會覺得好失望、好唔開心。但係芒格話，降低你嘅期望值，令到你嘅期望更加符合現實。呢個唔係叫你放棄追求，而係叫你接受現實啫。芒格仲話，多啲同好人來往，將唔好嘅人拒諸門外。人生咁短，點解要浪費時間響啲唔好嘅人身上呢？如果有人令你唔開心，令你有壓力，令到你變得更差，梗係你仲要同佢哋一齊呢？當然有啲人你避唔開嘅，例如你嘅上司、你嘅屋企人。但係如果你有得揀，你應該揀同多啲好人一齊。幸福唔係嚟自外在嘅成就，而係嚟自內在嘅心態。如果你嘅期望值太高，即使你好成功，你都唔會開心啦。如果你嘅期望值符合現實，即使你冇咁成功，你都可以好開心噶。芒格講到佢老友巴菲特嘅成功，佢話我哋靠嘅就係嗰啲老生常談嘅美德。Jerry 同埋我都冇咩秘訣，我哋只係做好每日嘅工作，盡可能咁樣理智咁樣面對種種困難。只要你將呢啲最基本嘅嘢做到，你就可以成功啦。好多人想揾捷徑，想揾秘訣，佢哋以為成功係因為有咩特殊方法、特殊嘅資訊，但係芒格話冇咩秘訣噶，就係做好基本功咯。芒格仲話，上天眷顧，巴菲特同我嘅運氣都非常之好。從我哋嘅成功經驗當中，你哋可以學到一啲嘢，例如世界上好多老闆都係黐線嘅一樣，喺呢啲老闆嘅底下做嘢，簡直係受罪啦。巴菲特同我冇遇上呢啲咁嘅麻煩，呢個係我哋嘅福氣嚟嘅。但係佢哋嘅運氣都唔係憑空而來，佢哋選擇咗同好人一齊做嘢，佢哋選擇做啱嘅事，佢哋選擇咗避免愚蠢嘅決定，呢啲都係增加咗佢哋好運嘅機會。芒格嘅人生智慧，歸根究底都係一啲普通常識，但係呢啲普通常識，大部分人都做唔到。延遲滿足，消除錯誤嘅想法，專注做一件事，唔做蠢嘅事，同優秀嘅人一齊做嘢，呢啲都係好簡單嘅道理，但係要做到真係好難啊。如果你能夠做到，即使只係做到一部分，你都贏咗大部分人啦。下一集呢，我哋會講芒格對幸福同埋世界嘅觀察，越富裕越唔幸福嘅矛盾，李光耀嘅偉大，中國嘅崛起，同埋每日期刊轉型嘅故事。好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